今日出門帶大家體驗一下住響108嘅生活一日係點樣度過嘅，走我哋一齊出發。Let's go！ 我哋出嚟第一時間咧就食翻個早餐啦，咁捐窿捐下咧就嚟到呢個浩輝食店啦。1946年開到依家，譚詠麟好多 TVB 嘅明星都嚟食過。呢間鋪嘅招牌咧就肉丸粥，肉丸一咬咧非常有彈性，粥底咧非常之鮮美。我一定會點佢嘅蝦仔麵，好多蝦仔啦，自細食到大，10幾蚊就可以食飽啦，搞掂咗早餐。咁中午時間咧就推薦大家嚟呢間新星啊，都係個老字號嚟嘅。嚟到呢間咧就為咗食佢嗰個醬骨架同埋胡椒雞腳湯。咁咧飲咗之後咧，冬天飲嘅時候咧就非常之暖啦。胡椒雞腳湯，濃濃嘅白色鮮湯，鮮辣嘅白胡椒味道，飲完咧暖胃暖心，冬天飲一流。而且佢嘅雞腳非常之好食，醬骨架超大一嚿，煮得非常之入味，肉質咧一啲都唔柴，都好新鮮，食起身非常之正。咁到咗晚飯時間啦，推薦大家嚟呢間大墩，佢係30年嘅老字號，好多本地人咧同埋街坊咧都嚟呢度食嘅。佢嘅招牌咧就係鹹豬骨粥，超級正，好多香港人同埋深圳咧專門揸車嚟呢度嘅。招牌鹹豬骨粥，鎮店之寶，幾乎張台逼點啊！豬夾皮脆肉嫩，多汁，味道啱啱好。沙薑拌豬手好開胃，薑葱炒蟹好多膏好多藥。呢度嘅炒菜非常之有鑊氣，大碟又好食，一到飯點都基本上坐滿晒，遲嚟少少都要排隊啊！晚餐到宵夜煙火氣滿滿。咁食飽飯咧，可以嚟富華道呢度按個摩放鬆下嘅。富華道呢度咧兩邊咧全部都係按摩嘅，即係你想去邊間就去邊間。咁按完個摩咧，約咗朋友咧嚟呢度星匯灣呢度唱歌嘅，咁咧都係比較乾淨企理嘅。咁如果你中意聽歌嘅情況下咧，就可以去隔籬呢間白石南啦。咁如果後生少少咧，中意去玩嘅話，可以去 Lost 啊。咁如果想飲下 whisky 咧，後面有間 Hill Bar。接下來享受歡樂時刻吧。和我一起住在108，享受這樣的生活，就來看我視頻號的這條片。